《水滸傳》之景陽岡打虎。北宋末年，官府腐敗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喺呢個亂世裏面，湧現出好多英雄豪傑，由豹子頭林沖、花和尚魯智深、黑旋風李逵、智多星吳用，佢哋一個二個走上水泊梁山，舉起替天行道嘅大旗，反抗唔公平嘅世道。呢個就係《水滸傳》嘅故事。一班英雄好漢，個個膽識過人，唔怕生死，為民除害。生死之交一碗酒，路見不平一聲哮。佢哋嘅熱血故事同傳奇人生喺江湖上世代流傳。北宋年間，江湖上出過唔少有勇有謀、講情重義嘅草莽英雄，其中有位叫武松嘅，係山東清河縣人，自細就跟住賣炊餅嘅大佬長大。嗰年，武松出完縣門返屋企，一口氣趕咗好長路程。秋日正午，烈日當頭，路上連一陣風都冇。武松搞到口乾舌燥，呢個時候突然飄嚟一陣酒香，即刻勾到佢滿肚酒蟲，起勢咁叫。佢抬頭一望，咦，遠處竟然有間酒家喎。武松大步走上前，見到酒店門外掛住一面酒旗，上面寫住5個大字：三碗不過崗。入到店內，店小二遞上碗筷，同武松斟滿一大碗酒。武松攞起酒碗，咕嘟咕嘟飲到一滴不漏。順口香辣嘅酒落肚，成個五臟六腑都舒暢通透。店小二見狀，連忙再幫佢斟滿2大碗。武松大口2啖清咗啲酒，抹咗抹嘴角，真痛快。武松飲完仲未過癮，想再叫多碗，但今次店小二點都唔肯再斟酒啦。原來呢間店嘅酒就叫三碗不過崗，但凡有客仔嚟飲，保證3碗落肚就醉，實行唔過前面個山崗。武松正飲到上癮，邊度肯聽啊，硬係要同店家講道理。店小二拗佢唔過，唯有繼續斟酒。就係咁，武松大碗飲酒，大口食肉，濃香嘅美酒飲完3碗又3碗，等到佢食飽飲醉，已經前前後後灌足15碗落肚啦。武松飲到盡興，留低啲碎銀，拎住支哨棒就打算走人。店小二望咗望門外個天色，連忙叫住佢。原來前面景陽岡上有一隻白額大虎，隻老虎成日半夜出嚟揾食，已經搞到幾十人冇命啦。依家來往嘅客人都唔敢夜晚過江，一定要等到日頭，湊夠20-30人先敢結伴入山。武松對景陽岡一啲都唔陌生，少講都行過10-20轉，聽都未聽過有老虎呢回事。再加埋佢啱啱飲完酒，根本聽唔入耳。佢揈咗揈手，大步大步咁朝景陽岡行過去。武松一路行到景陽岡山腳，只見路邊有棵大樹，樹幹俾人刮走咗一笪樹皮，露出白蒙蒙嘅木身，上面寫住2行字：最近景陽岡有老虎傷人，來往客商請喺日頭結伴過江。武松睇完，
心諗呢單嘢十成九又係店家嘅詭計，想靠嚇啲客仔去佢度投訴。夕陽慢慢沉落地平線，天色逐漸暗落嚟。武松憑住股酒氣，一味往山上行。真係奇啦，行咗咁耐，連個人影都唔見。遠處嘅山神廟前亦冷冷清清，驢仔同馬車都冇架。武松心裏開始有啲打鼓啦。行到山神廟前，武松望見廟門上貼住一張官府告示，上面寫嘅正係景陽岡上猛虎傷人嘅事。原來景陽岡上真係有隻大老虎，官府請過獵人去捉，搞到依家都未搞掂。告示仲特登提醒路人一定要結伴先好過江。武松到呢刻先至信山上真係有老虎，佢正想掉頭返去，又一諗唔得，返到去實俾店家笑到面都黃，邊係好漢所為啊！佢心念一轉，索性擰轉身，繼續朝江上行上去。太陽落山後，月光慢慢鋪滿成個山崗。武松行咗一陣，覺得酒氣湧上心口，成身燥辣辣。佢索性扯開衫領，腳步浮浮咁行到去一嚿大青石上面，攤咗喺度，打算呼呼大睡。突然一陣怪風吹過，武松成個人成個彈起。只見樹叢後面嗖一聲撲出一隻白額大虎，隻老虎又大隻又兇猛，一對吊睛虎眼死死咁夾住武松，殺氣騰騰。武松大喝一聲，就咁碌身攞返支哨棒，匿喺石頭後面。佢死命眨下眼，再伸個頭出去睇真啲隻老虎。今次佢終於知死，真係攞命搏啦！隻大老虎又肚餓又口渴，邊有閒情同武松遊花園啊？佢撳實對前爪，縱身一撲，就朝武松衝過去。武松嚇到成身酒氣變作冷汗，即刻醒咗90%，一個閃身躝去老虎背脊後，險過剃頭咁避開咗對虎爪。老虎撲唔中，後腳一蹬，狠狠踩過去。武松又係一個側身閃開，老虎仲未肯收手，將條虎尾豎起，似支鐵棍咁掃向武松。好在武松手腳伶俐，成功避到。如果換轉第二個，早就俾佢撳低喺地下，條命凍過水啦。老虎扯晒火，佢大哮一聲，跟住圍住武松慢慢踱步。嗰聲虎嘯震到武松耳仔嗡嗡聲，佢緊張到揸實支哨棒對手汗淋淋。睇準老虎擰住面嗰一下空隙，舉高支棒，用盡力一劈，只聽砰一聲，旁邊棵大樹嘅樹枝連住樹葉沙沙聲跌落嚟。武松再望真啲，原來天黑黑，一棒打歪咗，劈中棵枯樹，樹枝斷開，連支哨棒都斷開兩橛。呢鋪武松連唯一嘅防身家伙都冇埋。老虎俾呢一棒擊到獸性大發，咆哮住撲向武松，猛咁一衝，武松即刻向後彈開。咁樣一撲，對虎爪剛剛好撳喺武松面前。話口未完，武松一手揈開手中半截哨棒，兩隻手實實正正揪住老虎頭殼頂啲皮毛，將佢死命撳低喺地下，
起腳就踢。老虎一邊咆哮，一邊擰身發力掙扎。毛蟲將佢撳到實一實，等到佢掙到攰晒，冇乜力嗰陣，就騰出右手，揸實拳頭照住頭打，一口氣打咗幾十拳落去。毛蟲本身手力就大，加上生死關頭出盡死力，隻老虎唔使一陣就不再掙扎，冇晒聲氣。隻老虎冇晒動靜，毛蟲亦都攰到散咗咁滯。佢等咗好一陣，先敢肯定呢隻大老虎真係死咗。毛蟲一屁股坐落地下，大口大口咁扯氣，回匀啖氣之後，佢想將隻死老虎拖落山，但隻老虎又肥又重，成座山咁滯。毛蟲依家手軟腳軟，拖咗一輪都拖唔喐，冇辦法，佢又坐落大青石度唞咗陣，但係樹林裏面樹影搖下搖下，仲傳嚟陣陣野獸叫聲，萬一再撞多隻猛獸就大鑊啦！佢咬實牙根，都係快啲落山穩陣。毛蟲攰到腳仔軟，拖住對腳一步一步捱落山。行咗冇幾遠，就望到黑麻麻嘅樹叢入面彈出兩個黑影，睇落似係兩隻大老虎。毛蟲心諗，今次實死冇生啦。佢再眯埋眼睇真啲，先至鬆咗啖氣。原來係兩個人影。嗰兩個人一見到毛蟲，亦都嚇到魂都飛埋，過咗好一陣先定返啲神。原來呢兩個人係本地嘅獵戶，俾官府逼住上山打老虎。嗰晚夜黑風高，佢哋帶住10幾個農夫喺山路佈滿晒機關陷阱，就等隻老虎自己踩落嚟。聽完班獵戶咁講，毛蟲即刻將自己點樣打死隻老虎嘅經過，由頭到尾講俾佢哋聽。隻食人老虎咁就死咗，大家都唔多信。10幾個人跟住毛蟲走上山崗一睇，見到隻老虎真係瞓咗喺度，喐都唔喐，眾人即刻歡呼起嚟。一大班人開開心心將老虎紮好，擁住毛蟲就落返山。毛蟲跟住班獵戶喺鄉下歇咗一晚。第二日消息傳開晒，街坊鄉里紛紛湧出街慶祝，場面不知幾熱鬧。連縣官老爺都知曉毛蟲打虎嘅威水事，專登派人嚟接毛蟲。於是成班人孭住老虎，抬住毛蟲，熱熱鬧鬧咁朝縣衙門出發。成條路逼滿晒人，縣衙門口更加圍到水泄不通。縣官賞咗銀兩俾毛蟲，仲封佢做都頭，負責打理縣城嘅治安。後來呢段英雄打虎嘅事蹟俾人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傳到街知巷聞，連3歲細路哥都知道景陽岡上有個赤手空拳打死老虎嘅英雄好漢毛蟲。